但这伫咧2000年出世，也一个少年家，即马踮伫咧国家太空中心食头路。也但这伊阁有一个身份，台文作家。伊出版《鸟语苏兰谈》，是台文第一本长篇科幻小说。伫国家太空中心食头路大学读政治系甲地理系，但这是2000年出世的少年家，但这是伊本名。顶一日出版头一本台文长篇科幻小说《鸟语苏兰谈》。即马伊加一个身份是台文作家。旅公家也未考倒转来，先用一部正版，倒手铐插对伊的顶八卦。倒。小说主角身份生成都有一种会当知影气运好歹的感应力，煞食做各方势力争夺对象，血战就安尼开始。伊讲知影有台语文了后，反倒想无家己是安怎毋写。写台文对伊来讲，毋是一种坚持，颠倒是一种自然的选择。做自然的嘛，你想看嘛，咱的阿公阿嬷，迄当阵的人大部分拢毋捌字，嘛无法度写字嘛。啊，到咱的年代有这个资源，迄原仔是咱家己的语言，共款是咱的物件，是安那无去写呢？若渴望伊台文意识的，是高中的时听到台文作家地顺聪的演讲。地顺聪老师来讲，我知影有台语文这个代志。到尾啊，我家己大学搁去看，搁去读了单类的乡数簿记，我知影讲，好，世间就是有台语文，而且台语文学会当写了遐尼水。地顺聪形容但这是新台文怪物，因为伊写的台语科幻小说已经无华语气加塑胶味，而且还有家己的气味加风格。甲叫做新台文怪物啦，伊一个出手就是拍翻咱进前吼，即轻轻，你做骨啊拍拼，去想做这代，结果伊做这代志就是感觉伊做轻轻松松，做少年就拍破。地顺聪讲，透过遮济台语文学新进的拍拼劣迹，新世代创作者有真杂牌台文背底，会当用速结精准的台文创作，嘛毋忘因会当用文字混看台文文学的路。记者郭金勇、王志光台北报道。